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香港學界運動升學資訊，我係 Energy。我喺運動業界教學超過20年，教過好多嘅學校、團體及機構，親手教過500位以上學生，培育過百位教練，接觸過超過5萬個家庭。疫情之後呢，我轉咗跑道，由運動、教育、設施管理，去到市場推廣。而家海外繼續拓展香港嘅業務，而香港嘅業務全靠一班合作多年嘅同事仍然繼續運作，越做越好。我而家分享嘅全部都係真實經驗同踩過嘅坑，希望幫你行少啲彎路。Energy 拆局系列，從場地到升學。大家好，最近香港有一段新聞呢，就講匹克球炒場，講到有人靠康文署場地1個月賺10萬。好多人即刻好嬲，話公共資源俾人當提款機，市民搶唔到場。但我今日想講一句可能會得罪好多人嘅說話。如果你淨係鬧炒場，其實你係完全未睇清楚個問題。第一樣嘢我要講得好清楚，呢啲人係未必有錯。你冇聽錯，我話未必有錯，因為佢哋收嘅唔係場租，唔寫學費，唔寫教學。佢哋用嘅字眼係服務費啊、活動費啦、體驗費、顧問費，而喺現行制度底下，呢啲字眼呢係合法、灰色，而且幾乎冇人理。你可以唔中意，但你唔可以話佢哋一定犯法。第二樣嘢我要講得更直接，Pickleball 只係啱啱爆出嚟嗰個。如果你以為呢啲操作只係存在喺某一個新興運動，咁你真係太天真。我話你聽咁啊，香港90%體育項目咧都係用緊同一套玩法咧，公共場地、政府資助、慈善名義、非牟利包裝，然之後一層一層收費，一層一層轉嫁俾家長啦。咁差別即係有冇人影到啊？有冇人爆出嚟啊？咁咧第三件事係真正嘅核心問題嚟嘅，監管係接近零。你可以問一句好簡單嘅問題，究竟邊個負責睇？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為例，話佢本身就唔係設計嚟監察咯。你收咩費？你點營運？你實質做緊教學定商業？人手唔夠，法律字眼模糊，責任分散，結果就係制度默許所有人走灰線，唔係冇人知嘅，係冇人想正面處理。第四件事，我要講一句最殘酷嘅真相，最慘嘅永遠都唔係市民，而係小朋友，因為最後埋單嘅一定係家長。普及運動變貴，基層家庭自然被淘汰，有潛質但冇資源嘅小朋友直接冇機會發揮嘅。而最諷刺係咩？好多打住慈善、非牟利旗號嘅項目，收費比私人市場仲要貴，但你敢唔報咩？你唔報，小朋友就冇訓練啊，冇比賽，冇選拔，冇升學籌碼，呢個先係真正嘅制度性剝削。所以我最後想講句，如果你真係關心體育發展，請唔好再只係鬧炒場黨，因為今日你鬧走一個平台，聽日會有第二個，後日第三個，只要制度唔改，漏洞就一定有人用。呢次新聞呢，唔係揭穿咗一個秘密，而係提醒咗我哋，原來我哋一直都知道，只係選擇唔講，而代價係一代又一代小朋友嘅機會。我想做嘅係幫你睇清制度，聽懂語言，分辨真假選擇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有用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 同埋喺留言區講下你嘅睇法。你一句留言可能就會幫到下一個迷惘嘅家長。咁多謝大家，我哋下一集再傾。多謝大家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加入我哋頻道。